请问即马少年人讲的咖啡话是啥物意思？好，美秀这边是形容人讲话真浪漫呐，是因为咖啡嘛，是不是会叫咱有迄咖啡因啊？咖啡，嘿，食落对，足欢喜，足欢喜，你就感觉啥人讲的话，你讲足甜的，足浪漫的啦。是安尼哦。是，所以我的话是形容人讲话真浪漫。是阿雄我是感觉伊是形容人咯，黑白讲话。哈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影，喝咖啡聊是非，坐落来开始啉咖啡，放轻松了，就开始讲一寡五四三的。你都唔知迄个查甫人甲迄个查某人因两个刚做伙啊，就愈讲愈远啊。不过歹势呢，我的答案也是形容人讲话真浪漫。我的答案是形容人拢黑白乱讲话。好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你感觉是多？必须阿雄，练几遍。来哦，给牛力啊，牛力啊！嘿，莫丢啊，牛力啊，牛力啊！哎，拢选你哦。嘿，拢知影，拢唔惊我黑白乱讲话。真正就是喝咖啡聊是非啊，啉咖啡啊，就是讲人的是非啊，是，对啊。有道理啊。一日敢哪有查甫要甲咱讲浪漫的话？就是无咩。所以讲伊拢袂甲你讲浪漫的话。伊拢啉茶啊，就嗨。无咧食咖啡啊，我无咧啉咖啡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形容人黑白乱讲话。这个咖啡和恁想的咖啡是无啥共的吼。好，来，咱讲每一个世代都有因流行的用语啦吼。即马少年人因讲这咖啡话，原来意思是啥？伊食迄款有掺毒品的咖啡。哎呦，互你啉了安人会安尼马西黑白讲话。后来是摕来形容人黑白乱讲话，讲一寡啥？拄则咱上哥讲讲一寡五四三啦，是迄无营养遐粪色话啦，就讲伊咧讲咖啡话。来问者这两位真正拢无简单的。对啊。伫细汉小朋友的时阵就开始演戏。小朋友开始就是唱歌，无错，是就敢若咱的童星，对不对？我也童星哦，哇，伊唱歌，你欢喜？伊唱儿歌的吼，不，伊比赛，台语歌，唱台语歌。我细汉的时阵有看小亮哥，是，我主持演这个唱台语歌比赛哦，是，有另外一间公司有咧比嘛，有一个少年的袂歹。这少年的袂歹，唱迄落翘脚练水手迄个，迄个崩顺杰，对，你过记哦，记，我是开始甲名讲出来的。袂啦，红林是迄个5度关掉啊，对，五等奖，五等奖，高手，五粒丁的哦，五粒丁，迄个是唱几年？无唱几年，唱10个月尔。10个月，向几岁？迄当阵是13岁，13岁少年呢。其实真侪咱真侪歌手哦，10几岁的时阵，啥物拢真好，林俊逸。对，嘛是有顶的出来。但是13岁就开始咧变声呢。13岁，我好家仔就开始变声。这个我共款，较慢当大人啦。真正好你家仔。是啊，不过咱即嘛健康就好啊啦。好来。上个咱今日去倒即道？是，咱刷落来的这个题目吼，爱请恁讲出来，这个城市是啥物名？两个字哦，啥物名哦？好，来咱请看。这下面，红林较紧哦。来，巴黎，台语，是英文拢可以。我头拄应该是讲台语啊，巴黎，对，巴来。唔对，家己台探不来。想一个。巴黎，对，巴黎是国语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哦。我问哦，好来，老师，巴黎对不对？好啦，小亮哥安尼讲，安尼家己定较严。来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欣赏，先欣赏。好来，看完啦，继续。
小亮哥哥，你有答案？芭蕾，哦，芭蕾。好，来老师，芭蕾对唔对？有哦，哎呦，芭蕾， 2年前才起背尔啦。嘿啦嘿是，好来分数。叫伊得了3000咯。芭蕾是较正音啦，嘿，是芭蕾这音爱较好势吼。啊，拄则咱吼，因一个看到迄个踢踏，哦，就随知影要紧起啊，紧起有无吼？这个踢踏就是啥？这个芭蕾踢踏。啊，伊的正名是这个埃菲尔 Tower， 叫做埃菲尔铁塔啦，埃菲尔铁塔伊是巴黎上界有名的这个地标。啊，苏东尼起这个埃菲尔 Tower 吼，伊有2个目的，一个是要纪念这个法国大革命已经成功100周年啊。是哦，啊，第二个是要迎接伫巴黎举办的这个国际博览会。哦，啊，这个铁塔伊有330公尺悬，伊自这个1887年起好，到1931年，纽约有起一个迄个帝国大楼，迄个摩天大楼啦。美国的帝国大楼。第二，伫这起好进前吼，有45栋，这个埃菲尔 Tower 伊拢是世界上悬的建筑物。2位太早，嘿，2位太早，是，你厝会讲台语啊？厝会讲台语啊？是啊，嘿啊，厝的生活当中摕来吃，无共啊，无共，哪有共？无共，无共啊，因为这拢讲一寡文言文啊。哦，我若在厝会甲阮老爸讲，咱来芭蕾，伊会生气呢。所以讲，阮即马做这个节目，就是要希望大家会当好好啊，甲台语好好啊讲，嘿，好啊吸收安尼啦，是无讲台语，的加厉害。嘿啊，真好听对无？高雄迄边应该拢是讲台语较济，啊，毋过阮细汉时阵吼，嘛是甲阿嬷拢讲台湾国语啊。嘿啊，像伊想要甲阮开讲，伊就讲啊，阮来去坐公车，还是公车？公车对，就是台湾国语做伙讲安尼。是就是咱来配合阿嬷，阿嬷嘛想要配合想啦。要甲阮开讲。爱啦。趁这个节目好啊，甲阿嬷，也是讲咱的孙仔辈吼，来好好啊学台语，嘿，他搁甲阿嬷讲真侪台语哦，真趣味的台语哦，吼。好啦，以上的咱今日去倒去佗。是，咱刷来这个影片吼，啊，请恁讲出来，这个美丽的小岛是伫咧什么国家2个字？哦，小岛哦，是啥物2个字的国家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蓝色甲白色哦，伫咧海边的沙标哦。哦，来，台语袂晓，会使讲英语。嘿， Greece，哦，确定吼。确定。你搁念一解给老师听。较大声。 Greece，哦，恭喜！哦，Greece，嘿，系啊。是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得了3000咯，袂歹袂歹。来，咱继续先看，咱再来请教老师吼。来，继续看落去。啊，水甲哦，嘿，真水。Greece 咱华语叫做希腊啦，啊台语吼有2种讲法，吼一种叫做希腊，啊一种叫做希腊。好，啊这个小岛呢叫做 Santorini， 伊是希腊上界出名的岛屿，吼，所以当年热人哦，为世界各国来遮度假的人，哦安尼定定，吼，啊伊是一个啥足特别，是一个火山岛，吼，伊的火山捌爆发过几啊摆，尤其是伫公元1500年前迄摆上界严重，中遐规个怎安尼落落来，吼，啊，迄个你若去遐观光，你会看到有乌色啦、红色啦、白色的这个火山岩，就是火山岩，吼，这拢是这个火山爆发，然后 Santorini 的地位，剩3题尔。加油加油！是。台语词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台语词啦，奖金有偌济？10000哦，100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上桥这个词吼是讲一个人伊表演真出色，还是伊
足受气的。来60秒的时间，上叫，上叫你哋读叫哦，叫，是伫咧遮伊是破音字上叫，叫小的叫。哦来你有答嘛？表演真出色，哦，好，表演真出色，对唔对？奖金，恭喜你的万利啊！你愈来愈会用摇。我终于爱上他了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这个事真困难哈，来。上叫就是上好的叫嚣啦，吼！无论是咱学功夫，还是咱做表演，拢互人啊啦学了有对啦，吼！咱就讲这款人是上叫的好叫嚣，比如讲一般的这个高祭天，通台湾省上上叫的，就是讲一般的高祭天是上好、上出色的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亮哥，你也未去用到指弯呢？免用，嘿，暂时啊，真厉害，真厉好，害！暂时无要用，咱继续。红林，皮蛋甲鹅，嘿，皮蛋，皮蛋，皮蛋，靠力嘞！皮蛋，好皮蛋，好，来，来咱来看者皮蛋的奖金偌济1000嘛，我算掉，袂，要紧啦，我拢算这，题目会晓就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皮蛋豆腐真好食，大部分的皮蛋拢是用什么动物的卵做的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动物的，是什么动物的呢？嘿，皮蛋是什么动物的呢？你捌食过啦吼？什么动物的呢？哥哥咧甲你教。好，哦，嗯，真侪物件拢是安尼呢。比这安尼嘛是无简单样呢。不是啊，哥哥你哥哥应该无讲啦。是提醒我是鸡卵。啊卵啦！再吃口水。太高水，好啊两对唔对？恭喜来！恭喜掉1000咯！哦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其实这鸡卵甲鸭卵吼，拢会当摕来做皮蛋啦吼。啊，毋过鸭卵啊啦，较大粒，是啊，卵仁较大嘛，啊，伊壳嘛较高，啊，特别是个啥，伊的脂肪啦较侪，脂肪就是脂肪吼，所以你做出来皮蛋啊，你的口感定定会较好，所以较正版的皮蛋拢是用鸭卵做的。